今日音響品牌 B&O 最新推出嘅旗艦 Trua Wireless 耳機 BO Grace 一發布啦，已經話題十足啊！身價接近1萬蚊嘅佢，除咗有 B&O 產品一貫講究嘅上乘質感同埋做工之外，究竟實際聲音同埋功能又有乜嘢過人之處呢？就等我同大家嚟個全港首試啦！大家好，我係歡迎嚟到 feversun.com。咁喺正式開箱之前，提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 feversun.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啲 social level 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一條片，就記得 CLS comment 咧同埋 share， 因為呢3部曲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試玩咧，就係我自己覺得都幾大挑戰啦，因為咧佢係我人生裏邊咧應該試過最貴嘅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咁佢咧就係 B&O 最新推出嘅 BO Grace 呢一對咧接近萬元級嘅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咁究竟真身係點咧？而家即刻開箱睇下啦！手上呢一個咧就係 BO Grace 呢一對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咁咁啱咧，今年咧其實就係 B&O 100週年嘅紀念啊。咁所以咧佢哋喺年底咧將會有2款重點產品推出。而家手上呢個 BO Grace 就係第一款啦。咁其實個包裝盒咧已經可以感受到嗰個質感啦，同埋其實係設計嘅用心啊！呢個盒我自己覺得都已經十分之靚啦。即刻打開佢先。呢一塊 cover 啦，其實都係一個 NFC 嚟嘅，應該 tap 咗佢咧就可以 download 翻 B&O 個 app 啦。咁然後呢一個咧就係 BO Grace 嘅真身。呢一個便攜充電嘅收納盒啦，本身就係一個非常之有質感嘅鋁材去製成嘅。咁打開咧就會見到隻耳機啦。咁呢兩個位咧其實就有個耳柄喺度。咁由呢一個位咧非常緊要有張貼紙啊。咁記住搣咗佢啦，先可以充到電。咁因為咧其實佢係保護住耳柄 B&O 咧嗰個品牌嘅標誌喺呢一度。咁而家呢一度咧就係 BO Grace 嘅真身啦。雖然佢都係用一個鋁材去製成啦，個盒就份量十足啦，但係攞翻上手隻耳機咧其實係好輕身嘅。我咁之後俾大家睇下戴咗上耳之後係點啊。我覺得都幾適合咧做一啲 formal dressing 嘅時候啦，用佢咧，我覺得係幾吸引、幾討好。同埋而家咧，我係覺得佢嗰個 ASC 十分之有驚喜。公司開大咗冷氣啦，但係咧我係聽唔到冷氣聲，犀利。咁之後充電收納盒啦，就係 Type C 嘅充電啦。咁之後咧就係佢附設啦，上邊就係 ear tips 嚟嘅，下邊咧就係 cables 啦。然後咧仲有中間就係說明書同埋一啲保用嘅資訊。好，呢一 tips 咧就會大中細碼各一嘅。咁 cable 咧除咗有條 Type C 嘅 Type C 之外咧，上邊都印咗 B&O 同埋成個設計嘅感覺啦，都同耳機啦可以話咧非常之接近。一脈相承，然後咧仲有呢樣，咁咧就係有條 Type C 去 3.5mm TRS 嘅接線。咁因為啦，其實 BO Grace 呢個便攜充電盒啦，亦都有一個咧信號轉發嘅功能啊，就係咧你可以透過呢一條線咧，就將一啲啦模擬嘅訊源，即係例如你有啲 player 啊，或者你上飛機嘅時候有 3.5mm jack 嘅頭咧，播咗落去，再用 Type C 呢個頭啦連翻嗰個便攜充電盒咧，就可以將嗰個信號啦傳送翻你隻 BO Grace度去收聽翻，咁呢一個啦都係咧一個實用嘅設計嚟嘅。B&O 全新推出嘅旗艦級全無線耳機 BO Grace 就將會一個藍牙5.3規格嘅藍牙耳機，採用12mm 鈦金屬鋁磁鐵動圈單元，頻率響應範圍係10Hz 去到20kHz，對應 AAC 同 SBC 解碼之餘啦，佢嘅充電收納盒咧亦都會支援 Dongle 模式。可以透過啦隨機附送嘅 USB-C 去 USB-C， 又或者咧 USB-C 去 3.5mm 接線咧，將唔同嘅訊源裝置嘅音訊以 LC3 Plus 嘅低延遲編解碼咧傳輸去到 BO Grace 度解碼輸出。喺外形上面啦，擁有 IP57 防塵防水認證嘅 BO Grace 就以啦高級珠寶作為設計靈感，經過拋光處理嘅天然鋁材耳柄啦，就向品牌經典 A8 嘅掛耳式耳機致敬，令到外觀上邊咧就猶如一個雕塑品啦。而充電收納盒咧亦都擁有 IP54 嘅認證，採用啦經過珠江噴砂處理嘅鋁材咧去製成嘅。BO Grace 內置咗啦6支 Mans 嘅收音 microphone， 提供 Full Adaptive 嘅 ANC 主動降噪功能，會根據啦佩戴嘅貼合度同埋環境適時調整啦降噪嘅強度。
耳機嘅電池啦，充電一次可以用到4.5個鐘，充電收納盒啦就可以為耳機咧大約完整充電3次，並且支援快速充電，充電5分鐘啦就可以用到2.5個鐘噶啦。而佢咧亦都會引進專屬嘅電池管理系統，可以做到啦多達2000次嘅充電循環。而 BioGrace 亦都會內置啦 Amadeus Platform 呢一個平台，繼續以啦可延續升級為核心。而為咗好好咁樣保護 BioGrace B&O 亦都將會推出咧暗夜黑、蔓越莓紅同埋貝殼灰3種顏色嘅選配高級柔軟收納皮套，亦都會提供啦3年嘅原廠保養。而喺操控方面咧，呢一對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個耳柄位咧，撳一下就係播放暫停啦，撳兩下就係下一首歌，然後咧撳實佢咧就可以轉換呢個 ANC 同埋 Transparency 嘅模式啊。咁另外啦，佢亦都有一個啦好嶄新嘅呢一 tap 嘅功能啦，就係咧喺耳仔前面嘅空間裏邊啦，點擊3下就係可以咧增減呢個音量嘅。咁喺使用上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幾嶄新嘅體驗啊！咁入咗去個 App 個首頁嘅界面咧，你就會見到所有耳機嘅電量啦。嚟到呢一個位咧，就係 ANC 同埋透通模式嗰個幅度嘅調校啦。咁之後聲音模式上邊咧，亦都有幾個預設嘅俾你去選擇翻啦。同埋咧有一個最佳，亦都係咧 B&O 推薦嘅聲音 EQ 模式俾你去用翻。咁當然啦，亦都可以咧手動去調校翻一個適合你嘅 EQ 模式啦。咁設定嘅方法咧，同之前都一樣噶啦。咁另外啦，呢一隻耳機咧，而家呢一刻已經支援空間音訊嘅音效啦，就將會咧有虛擬化同埋身歷其境兩個選擇啦。咁虛擬化就顧名思義，就可以將咧所有兩聲道嘅內容變成咗一個咧類似空間音訊咁樣嘅效果。咁由身歷其境咧，就係咧真係針對住一啲 Dolby Atmos 嘅內容咧，做一個相應嘅最佳化嘅設定嘅。咁而根據 B&O 所講咧，而家咧 Tidal 同埋 Apple Music， 無論 iOS 或者 Android 版本，甚至係咧 B&O App 裏邊 In-App 嘅 Tidal 版本咧，亦都可以播到啦呢個 Dolby Atmos 嘅效果。喺播呢啲內容嘅時候咧，揀身歷其境啦，效果咧就會最好啦。咁之後咧，亦都可以自定翻啦機身嗰個按鍵咧代表嘅功能嘅，撳一下、撳兩下、撳3下，同埋撳實可以 assign 唔同嘅功能啦。咁有啦，今次嘅 BioGrace 亦都會加入咗一個叫做 Lia Tap 嘅功能啦。咁就係咧連點你耳機前邊耳仔嗰個位3下咧，就可以調校音量大細，亦都可以啦設定呢一個區域嘅大細嘅幅度嘅。咁我建議大家可以將佢咧校到最大。咁又如果又要做 firmware update 啦，亦都可以透過呢個 app 做到啦。咁由呢一隻耳機咧，亦都會支援佩戴檢測啦，就係咧你戴咗上耳會自動播放或者暫停啦。同埋呢隻耳機如果冇戴住15分鐘咧，亦都可以設定為自動進入呢個待機模式。咁又係設定呢個位啦，亦都咧可以揀一個通話嘅設定，然後咧就設定翻咧，如果你用緊 Hands-Free 嘅功能，究竟開唔開 ANC 同埋你將個透通模式校到幾大？咁亦都我呢一張耳機咧設定咗一個充電嘅限制，咁咧就可以好好咁保護咧耳機嗰個電池啦。咁今次啦，我就用咗啦 iPhone 12 mini 呢一部機啦去做主要嘅信源，然後咧就用 AAC 嘅編解碼方式啦連接 BioGrace。咁試嘅地點啦，除咗香港之外，亦都帶咗佢咧去日本。之前我出 trip 嘅時候咧，又有用過佢。無論身處喺呢個機場快線啊，喺機場啊，喺飛機上邊啊，以至係喺香港嘅唔同商場或者係地鐵啦，咁都有試過帶住佢去使用。我都冇遇過啦，有任何受到干擾而斷線或者係咧有連線唔穩定嘅情況。咁所以咧連線穩定度上邊咧，呢一隻 BioGrace 可以話咧係非常之理想㗎啦。咁由佩戴舒適度上邊啦，咁雖然咧佢就係一個鋁材製成嘅機身啦，咁但係咧其實實際上戴上耳之後咧都可以話係非常貼耳，同埋係十分之輕身嘅，完全可以話咧係零負擔嘅戴上耳。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方面都係一個咧好理想嘅體驗嚟嘅。
咁之後聲音表現上邊啦，我就會分開3 part 去講佢嘅。咁首先就講佢成個嘅聲音取向啦。咁我覺得咧今次嘅 Bill Grace 啦，仍然係延續住咧 B&O 近年一啲耳機產品嗰個方向㗎啦。咁都係一個3頻咧，用咗一個三角形嘅擺法啦。咁喺低音上邊啦，仍然係嗰種質地行先，量感上邊就唔係話好澎湃、好低頻取向嘅一個定位嚟㗎啦。咁但係咧，你會仍然聽到啦個中嘅一啲層次嘅變化，同埋咧嗰陣嘅低頻咧仍然係有喺呢一度嘅。咁但係咧就唔會話係非常之澎湃，唔係嗰種咧嘣嘣嘣嗰種嘅取向嚟㗎啦。咁然後咧人聲同埋一啲樂器上邊啦，咁亦都受惠咗啦佢鋁材機身嗰個質地咧，可以話係啦對做到一個通透感同埋嗰個亮麗感好豐富嘅一個表現嚟嘅。人聲係有味道同埋係有感染力嘅。然後高頻上邊啦，更加係咧佢最耍家嘅地方咧。咁嚟到今次 Bill Grace 啦，仍然係保留住喺呢一度。咁所以咧，如果你以往中意 B&O 嘅耳機嗰個取向嘅話咧，咁嚟到今次 Bill Grace 啊，可以話係更加之一個咧集大成嘅成品嚟㗎。咁但係咧，始終係受限咗佢最高都係支援 AAC 嘅藍牙編解碼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好細心去聆聽一啲聲音嘅話啦，咁你會發覺佢嘅聲音細節嘅線條啦，未必係真係做得好紮實。嗰個動態成個大開大合嘅時候咧，亦都唔係話好開揚、好鬆容嘅。始終佢最高係支援 AAC 呢個位都可以話咧無可避免㗎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咧非常值得一讚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音場嘅開揚度咧係做得好闊同埋係好自然嘅。然後咧喺呢一個咁闊咁開揚嘅音場之下咧，佢一啲聲音嘅細節嘅定位啦，同埋一啲特定音效擺咗喺某個位置去輸出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呈現得啦十分之準確同埋十分之明顯嘅。以一對 True Wireless 耳機嚟講啦，呢一方面嘅表現咧，我覺得絕對係市場上咧數一數二理想嘅效果嚟。咁但係咧，啱啱有提及過，佢始終受限咗 AAC 嘅編解碼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有一個更理想嘅聲音表現啦，我會建議你考慮啦，使用佢咧嗰個便攜充電收納盒嘅 Dongle 嗰個功能啊。咁就係咧用 USB Type-C 連接翻你嘅訊源裝置，無論係新嘅 iPhone 又好，或者係 Android 嘅裝置都好。喺咁樣嘅配置之下咧，其實咧佢就會用咗一個咧 bit weight 更高啦，同埋嗰個聲音表現明顯更理想嘅 LC3 Plus 嘅編解碼咧去做藍牙嘅傳輸。喺試完 AAC 之後啦，再用呢一個傳輸嘅方式去聽歌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啦，成個聲音咧係會嚟得啦更富有呢個動態啦，同埋呢個衝擊力嘅。咁亦都係咧可以話更加之開揚啦，更加之有層次感啊。咁而喺細節線條嘅圓滑度上邊咧，亦都會比起 AAC 啦有一個幾明顯嘅提升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呢一隻耳機有最佳嘅發揮咧，用呢一個便攜充電收納盒嘅 Dongle 嘅功能啦，可能咧就係最好嘅選擇啦。第三 part 想講咧就係佢嘅 Dolby Atmos 嗰個最佳化嘅功能啦。咁啱啱有提及過啦，佢嗰個音場嘅開揚度啦，同埋嗰個細節嘅定位嘅清晰度，本身已經係數一數二理想嘅。咁嚟到真係播一啲 Dolby Atmos 原生嘅內容嘅時候咧，呢一方面咧就可以話係咧更上一層樓啦。成個音場啦，除咗橫向之外啦，咁其實亦都有一個垂直嘅空間感提供到俾你啦。然後喺個細節嘅定位上邊咧，亦都因為 Dolby Atmos 本身呢啲內容上邊咧，係行 object base 嘅關係啦，咁所以喺真係一啲專登擺喺某個位輸出嘅音效咧，係會嚟得比起聽兩聲道嘅時候有一個更明顯嘅效果嘅。咁所以啦，喺我之前試過一啲有 Dolby Atmos 最佳化功能嘅 True Wireless 耳機嚟講咧，我自己會覺得啦，今次 B&O Bill Grace 啊係喺呢一方面啦係市場上最佳嘅一個 True Wireless 耳機嚟。咁所以啦，如果你真係想體驗下 Dolby Atmos Music 呢一方面嘅效果係點咧，呢一對耳機咧應該係俾到一個咧最理想嘅效果嚟嘅。
咁至於 ANC 表現方面啦，我啱啱有提及過，今次有帶佢去搭飛機啦，同埋搭機場快線或者地鐵啦。咁我會覺得佢嗰個 ANC 嘅效果啦、舒適度同埋嗰個外來噪音抑制方面咧，係拎到一個真係非常之好嘅平衡嘅。除咗可以隔絕好多嘅外來噪音，令到你有一個寧靜嘅聆聽空間之外咧，佢亦都冇嗰種咧入咗一個密室，又或者一個零殘香室嗰種咧有壓力嘅寧靜嘅。咁呢方面都係一個好好嘅平衡。同埋咧，佢呢一個 Full Adaptive 嘅 ANC 咧，亦都真係可以因應唔同嘅環境去調節翻佢嗰個 ANC 嘅強度，係一個自然嘅轉換嚟嘅。咁我覺得呢方面都係十分之值得一讚。特別係我今次喺兩程飛機嘅時候，都有帶住佢攞嚟聽歌啦，都真係可以隔絕咗咧飛機上邊嘅引擎聲啊，或者一啲低頻嘅噪音啊，而且亦都完全唔影響你去聽歌嗰時嘅表現。喺 ANC 表現上邊啦，絕對係一個咧好高分嘅效果嚟㗎。咁而家咧都播翻一條啦，喺香港去拍嘅示範片，俾大家了解翻咧呢一隻 True Wireless 耳機嗰個 ANC 實際嘅表現係點啦。好啦，咁而家咧同大家試緊咧 B&O 最新推出嘅 BO Grace 一對啦，佢哋嘅旗艦級全無線耳機嘅免提通話嘅拾音效果啦。咁而家你會見到啦，我後邊咧就係兼加咗一條大馬路啦，咁都好多車經過，現場咧亦都好多人講緊嘢嘅，咁應該咧都可以好好咁樣咧測試到呢一對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個免提通話嘅拾音效果啦。唔知大家又覺得呢一個表現你滿唔滿意咧？好啦，咁啊，今次 B&O 呢一隻全新嘅旗艦級 True Wireless 耳機 BO Grace 嘅 review 咧，就大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咪訂 channel，撳訂閱。咁我哋之後咧，撳埋右邊嘅鐘仔，我哋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好啦，咁啊近期啦，我哋做咗唔同嘅影音同埋音響產品嘅 review 啊，唔知呢條片又啱唔啱你心水咧？如果啱心水嘅，記得睇埋佢支持一下我哋啦。今日呢條片大致上嚟到呢一度，下條片再見，拜拜。